耶穌預先接受傅沒上。逾越節前6天，耶穌來到伯達尼，就是耶穌從死者中喚起拉匝祿的地方。有人在那裏為他擺設了晚宴。耶穌一心上耶路撒冷過逾越節，伯達尼係佢途經嘅地方。對觀福音亦都記載，耶穌喺耶路撒冷過節嘅期間，通常都會喺伯達尼過夜嘅。值得注意嘅係，上文11章第1節界定伯達尼為瑪利亞和她的姐姐馬爾大所住的村莊，而家成個村莊要重新定義，因為耶穌復生拉匝祿嘅神蹟實在轟動。原文冇指出設宴嘅主人係邊個，不過按若望福音嘅脈絡，最有可能宴請耶穌嘅就係拉匝祿、瑪利亞同埋馬爾大。而若望聖史隨即介紹佢哋喺席間分別做咗啲乜嘢。馬爾大侍候，而拉匝祿也是和耶穌一起坐席的一位。那時瑪利亞拿了1斤極珍貴的純拿爾多香液，敷抹了耶穌的腳，並用自己的頭髮擦乾，屋裏便充滿了香液的氣味。馬爾大以主人家嘅身份侍候賓客，拉匝祿就陪住耶穌，瑪利亞就以香液敷抹耶穌嘅腳。按東方人宴客嘅禮節，主人家會替賓客喺頭上面敷油，但敷抹賓客嘅腳就並不尋常啦。一般嘅敷油只會將油或者香液塗抹喺頭上邊，走動嘅時候就會散發香氣。而將香液敷抹喺腳上邊係毫無意義嘅，除非係埋葬死人嘅時候為屍體做防腐處理，先至會將香料或者防腐劑塗滿屍體嘅各部分，包括雙腳。換句話講，瑪利亞以香液敷抹耶穌嘅腳係個象徵嘅行動，預示咗耶穌嘅死同埋埋葬。不過瑪利亞之後又用自己嘅頭髮抹乾耶穌嘅腳，呢個做法就比較難解釋啦。因為一般殯葬敷油嘅目的係防止屍體腐化，所以絕對係唔會將油擦乾。若然同耶穌嘅腳敷油，係預告佢即將面臨嘅死亡同埋埋葬。咁樣擦乾佢腳上面嘅香液，就暗示佢將會復活，唔會腐爛，再唔需要防腐嘅香液。就係咁樣，瑪利亞以行動宣示佢相信耶穌係復活，係生命。耶穌唔止一次暗示佢將離開呢個世界，但係佢嘅聽眾每誤會咗佢嘅意思。喺伯達尼復生拉匝祿之後，耶穌受到嘅死亡威脅空前嚴峻，但係佢嘅門徒並唔察覺，只有瑪利亞知道，亦都接納耶穌要接受死亡嘅現實，預先為佢作安葬嘅準備。福音嘅下文記載，耶穌向前嚟過逾越節嘅希臘人講：誰若侍奉我，就當跟隨我。如此，我在哪裏，我的僕人也要在哪裏。誰若侍奉我，我父必要尊重他。或者瑪利亞嘅行動就係最好嘅說明。